每日聖言分享。常年期第8週星期五，恭讀聖馬爾谷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進了耶路撒冷，到聖殿裡，周圍察看了一切。時辰已晚，遂同12門徒出來，往伯達尼去了。第二天，他們從伯大尼出來，耶穌餓了。他從遠處望見了一棵茂盛的無花果樹，就上前去，看是否在樹上可以找到什麼。及至走到那裡，除了葉子外，什麼也沒有找着，因為還不是無花果的時節。耶穌就開口對他說：永遠再沒有人吃你的果子了。他的門徒也都聽見了。他們來到耶路撒冷，耶穌一進殿院，就開始把在殿院裡的買賣人趕出去，把錢莊的桌子和賣鴿子的凳子推翻，也不許人帶着器皿由殿院裡經過，教訓他們說：經上不是記載，我的殿宇將稱為萬民的祈禱之所麼？你們竟把它作成了賊窩。司祭長和經師聽了，就設法要怎樣除掉他，卻又害怕他，因為全群眾對他的教訓都驚奇不已。到了晚上，他們就出了城。早晨，他們從那裡經過時，看見那棵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。伯多祿想起來，就對耶穌說：師傅，看，你所咒罵的無花果樹已枯乾了。耶穌回答他們說：你們對天主當有信德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無論誰對這座山說：起來，投到海裡去，他心裡若不懷疑，反相信他說的必成就，就必給他成就。因此，我告訴你們，你們祈禱，不論求什麼，只要你們相信必得，必給你們成就。當你們立着祈禱時，若你們有什麼怨人的事，就寬恕吧，好叫你們在天之父也寬恕你們的過犯。上主的話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喺今日馬爾谷福音話俾我哋聽，關於耶穌喺耶路撒冷最後一段時刻去宣教。福音話，他們從伯大尼出嚟，耶穌餓了，他從遠處望見了一棵茂盛的無花果樹，就上前去，看是否在樹上可以找到什麼。及至走到那裡，除了葉子外，什麼也沒有找着。耶穌就開口對他說：永遠再沒有人吃你的果子了。點解呢？耶穌對無花果樹係咁樣呢？因為嗰個無花果樹代表住嗰啲人，佢哋話有信德，但係佢哋嘅信德係好似無花果樹咁樣，除了葉子內，什麼也沒有找着，意思就係冇果實。今日福音都話俾我哋聽，耶穌去到耶路撒冷嘅聖殿，主耶穌睇到啲人喺聖殿裏邊做咗買賣，佢哋唔尊重天主嘅聖殿。呢啲人好似無花果樹咁樣冇果實。天主嘅聖殿對於係我哋每個人，所以今日嘅福音對我哋有關係。聖保羅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嘅身體係天主嘅聖殿。今日多前書第3章
16至到17嗰度，聖保羅話俾我哋聽：你們不知道，你們是天主的宮殿，天主聖神住在你們內嗎？咁今日嘅聖言都提醒我哋嘅心應該係一個聖潔嘅聖殿，奉獻俾天主。我哋嘅身體同埋心靈都應該成為天主臨在嘅地方，充滿聖神嘅恩寵同埋真理。我哋應該清理我哋嘅心，讓天主嘅愛同埋真理充滿其中，從而遠離罪惡同埋聖罪嘅迷惑，以歸冇嚟到賣真主義同埋貪婪嘅慾望佔據我哋嘅心。天主保佑大家。